各位先辈啊，各位老师各位大家，真欢迎恁来听这个台文写作的撇步啦。这款的题目我已经讲不止啊有真济遍，不过每一遍呢讲的内容加减普通拢有改，后那有修正，所以你若每一遍听新的，你一定有加减有修成啦，加减扣对大家拢袂歹啦，我先自我介绍啦，我是台北县水丰镇的人，我读基隆中学、成功高中、东吴大学，我是公务机关出身的，所以我有考试院丙等的特种考试及格。我咧服务的机关三角镇公所啦、家庭卫生试验所啦、新埔国中、省立台北病院、第10号船局、石门水库管理局，搁来学校是南口启智学校，即种国立的啦搁来国立新庄高中、国立新北高中、国立台湾师大附中。我有写3本的即个台文的小说，有影无食，2009年，大人的爱2019，开花结籽2025，就是今年4月啦咱大概先讲这也未有母语教育进程的即个台湾的即个语言的环境。迄阵，因为迄阵我拢伫公务机关上班啦，所有甲官厅有牵卡的学校、军警做兵的啦、警察啦，甲公务机关拢甲讲台语准做是禁忌。禁忌开会叫你讲请说国语啦，你若讲台语伊讲你拜托你改做国语，拜托。独独呢真奇怪村民间的凡夫俗子、低阶层的百姓拢要有利用。安怎讲？所谓的讲民间百姓低阶层的是啥？就是像我讲菜市啊啦、证件发表会啦、婚礼啦、告别式啦、妈祖的交警，拢个啥？全讲台语。你去菜市啊毋是讲无人讲国语，敢若证件发表会，你知影遐候选人为着要爱你的票，伊较讲嘛台语。伊袂去讲迄个华语，婚礼嘛是共款，伊拢感觉讲迄个讲七字啊啦，我甲你讲好话遐的要送入洞房啦，就讲遐好话全台语，无人讲华语，毋知影念什么意思。若告别式嘛是共款，你看遐主持的遐司仪啦，伊所讲的话嘛是拢告别式，嘛是拢台语。为什么安尼？这你就知影啦。伊敢若袂输甲华语当作是足高级的。恁这场所像这菜市啊，这种足低级的，有一点迄个阶级的歧视啦。像讲伊证件发表会，伊咧讲迄个国家的代志，伊嘛是讲台语啊。伊哪有讲迄个国语？伊袂去讲国语，伊嘛足奇怪。这母语正式行入正式教育了后，我会感慨。咱这个华大共同语的语言甲我家己的特色，其实咱所有的人，你注意看伊所讲的台语啦，是伊写作的文章常常你可能发觉讲，这我来用华语来写，你甲读做台语，安尼就好。安尼甲台语文有啥物关系？有的人你搁甲讲，伊讲这教育部就规定的华大共同语是安那袂使用，我无讲伊袂使用，不过总是会读得怪怪。对我来讲，我会要求我家己，我袂去讲迄个代志啦。迄是真国不忠，咱再去用迄个华大共同语。我比一个例啦，台语本来就无的物件，例如说，我比一个例后壁即句话上尾你要对称，台语咧讲啥？就是对称，对无？我无法度去发明即个对称即两字的台语啊，是因为古早台语都台湾人都去用压路底，哪有啥物对称，对无？你减讲话则袂去用头扑起来。第二俗言语是写台文写作真要紧的底子。
即摆人哦，伊讲的俗言语哦，伊拢袂晓去想着讲，我著尽量会当用到俗言语迄阵哦，会晓足斗大的呢。啊，个哦，一听到你会感觉讲，我安尼讲佫有理的。哦，你也看迄个菜市啊啦、庙口啊，你讲迄个，伊迄个较基层的人哦，伊啊咧讲台语的迄个热客仔话啦，还是俗言语的，你会感觉讲，这人佫有两步车呢，巴肚转流水，讲话就是甲你无共哦。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底底，底底就是基础啦。这个是讲基础迄两字咧，先啊，你要写基础，基础嘛会当读做台语啊。教育部嘛是甲讲，基础就是台语啊，这是叫做底底。底底。第三哦，甲囡仔时时讲华语的败害伫倒位啊？因为你甲囡仔时时拢讲台语哦，迄囡仔伊就细汉伊就无迄个环境。第一，伊无法度学着迄个母语的真重要的，什物变调啦、PTK 迄迄个入声的韵尾，即款你也细汉哦，有迄个母语的环境哦，你拢免教，伊就会晓。我比一个看物件的看，甲你读出去你读，头壳的壳，物件甲壳调着，其实迄尾音拢无共哦。头壳尾流是 K 啦，对吧？读是尾流是 T 啦，壳是合顿的 P 啦。毋过像我细汉，阮老母嘛无教教什物 PTK 字啊。毋过即摆囡仔，你煞着去教伊 PTK 字，因为你著母语著无迄个环境哦。自细汉甲你安尼讲迄阵，伊拢免教，自然的。搁一点，你若有母语的环境哦。伊讲话拢自动变调，免像即摆囡仔说着讲遮爱变调，遮爱读轻声，伊毋捌就是毋捌。我比一个总统哦，李登辉啦，对无？李登辉，你也问伊讲你姓李吗？我姓李，李甲李登辉，我李甲李登辉，明明就是共字啊，是安怎？伊咧讲。李登辉迄阵，伊会自动变做李登辉，伊会自动变调。迄就是你有迄个环境，囡仔有迄个环境哦，伊拢免甲教。阮老母嘛无教我变调，阮老母都毋捌字要报什么变什么调，对无？倒一字爱变，自然的，拢免讲。好，第四讲华语的即个大学啦、高中啦、国中的学生规定当伫练消话的时阵，真接甲台语错干六条的结消话，当做是爽过有力的笑话。国际啊，迄位囡仔明明迄两三个在咧讲迄个华语啊，我怎么样，讲到尾你讲，因为足想要甲干掉，你看唠一句台语，歹话伊要去学啦，证明叫伊去学好话，伊阁袂晓。迄只足奇怪呢，这少年家啊拢我定下嘛拄着。所以伊拢感觉讲看讲做爽过有力咯。我真想要讲拜托，你嘛学一寡较文雅，所以莫怪定下咱讲台语去用笑讲恁拢无水准，毋是，是恁拢甲迄个无水准的话当作啥？当骂人啦，要讲修理的话，即款的心态足差的啦，你无法度啦，伊都毋。正式的迄个好康的音乐，我你讲，你叫人甲讲错干六条安怎写，伊袂晓写，错的迄个入声韵尾是啥？一起，对无？错。六，有迄个入声的韵尾是啥 ？K 嘛，六，你看你注意看到 K 六，喉塞音，对无？伊这伊毋去学啦，但是伊讲学迄个错干六条，伊拢会晓，这也真可怜。真害咧，就要甲，其实无论安怎讲就要甲较端正的字词甲语法扣转来，扣转。咱莫定来讲迄个华语我感觉足奇怪。我比一个啦，我只好你定来注意听我只好我找不到车票，我只好用走路一定有点人安尼讲。你只好伊就直接写只好，
台语的字号哦，真侪物件人替换啊，就讲啥，国不忠啊，字号。我头仔已经有比一个例啊，咱我南面讲搁较济啦。第一个就是讲断掉的字词啦，咱咧莫定啊，你用迄落，台语就有啊，你就莫去用迄落华语，你甲伊共款要创啥？啊，讲所以嘛是，我就是无早钱，所以我用行路。伊文章嘛是安尼写，我无早钱，所以我用行路。是安你要写所以，你是华语嘛？你会当啥？我毋食，安尼就好啊。我无早钱，毋食用行路去学校。你看，咱台语都明明有迄个物件，你干那毋用啊？毋去鼓吹这，啊，干那讲啊，所以啊，简单咧抄迄就好啊。干那可以嘛是共款，你可以安怎？台语可以啥？会使啦，你会当啦，会当会使啊，通好听好，你看4、5个啊，为什么你要用可以啊？我嘛想。过来，甲台语特用的复数结构扣多转来，搁在第二个这甲较粗俗土地的尾语撒倒转来，即我南面会记咧咱一个一个讲换做较端正的台语，这是因为我顶回我来遮，我讲过100，敢若是100个我甲接落有做2页啦，所以这我甲写一个情报篇记。情报片第一个，咱讲定下讲伊的头脑真好，台语无人讲头脑，讲啥？头壳真好。伊头壳足好个呢，我甲讲伊就随知头壳嘛。你谁人要去讲头脑？是怀疑说，他头脑很好哦，举一反三，对无？问题是你无需要讲迄啦，咱就有字嘛，过来。原来，这句嘛是所有写台文的文章我跟你讲，伊拢倒袂出来，伊拢写原来，讲起来嘛真通啊，我嘛是写原来啊。问题是你会当讲安怎？当时啊，因两个看到小隔壁尔，安那遐尼好。当时啊，因就是啥？因就是翁仔某。所以，迄个当时啊，毋是当时呢，是。原来真相大白的时候，原来我比一个是讲，因两个都看起来较生分，讲话敢若有气。当形容原来啦，原来当时因就是客兄话气，对不对？一道的，所以原来当时过来，这件代志我无胜算，无望，无指望，无指望，还有。伊到第4件无指望，台语嘛有无报面啊，无报，积极无报，就是说你要想的代志这无报面，就是，敢若你签一大堆你这拢无报面，你买这种股票嘛无报面，就是没有胜算的意思啦。你无需要去用迄个啦过来，有效果，有效果。台语免用迄啦，有应效啦。你食一药有应效，有效。你用咱台语有，你就用台语，有应效。你食一大堆无较绝。你食了有应效的药你才通食过来，咱讲好赚、好抽、好赚好抽。大猫死，这才是台语。好赚那是台语的话，本来就很好赚的东西你莫去讲好赚，因为台语字赚有当时无啥好话啦，好专家，有人讲好谈，因为台语字谈嘛是，有人嘛讲查某比较谈。当然我毋是讲迄字谈你袂使用，毋是。有当时必了迄阵咱会当用那个猫死好抽大猫过来，咱讲何况啦何况，有当时伊嘛佫讲更何况，你会当换
莫讲是啦，莫讲扣，就是讲更不用说的意思，卖免讲啦，卖讲迄啦，卖讲什么碗句啦，莫讲扣。哦，过来，咱定来讲倒立，咱做瑜伽有人来倒立，做体操倒立，是台语。有人上实用的讲啊，倒栽啦，其实喏，这较实用的啥？倒徛停啦，徛倒停啦，徛时停。可能你若毋捌听的吼，倒立。哦，过来，这个嘛真侪人利用声音，我有声音哦。有老爸老母问讲啊，你有该走啊？你来哦。有啊，我有声音，其实毋是安尼讲，我有食人。食人就是声音，还有咱讲，咱定下讲一句话讲，你有食罪无？你有没有认罪？哦，你有食罪，承认承认是华语，所以就只能卖用。哦，啊，这个过来这顶顶哦，这较深啦，什么米啊爸哦，这较粗俗的，米啊爸规大堆啊，什么丈人啊要啉，丈夫嘛要食，讲规山坪安尼吼，米啊爸这等等，啊刁难嘛是。你莫讲刁难啦，其实台语有足济啦，挑苦啦、调古董啦、徛空啦，你甲我调古董，哦，我听过，甲我刁难吼。啊，搁一个小朋友嘛是，咱定下嘛拢看落迄文章写小朋友，小朋友迄是华语啦，哦，啊，你要甲写小朋友，你教育部嘛讲小朋友嘛是花大强度，啊，问题是你有字通换囡仔兄嘛、囡仔姐啊，足好足。能够替代这个吼，过来平均，平均咯，什么物件平均起来？其实上，车文啦、拍文啦、中册啦、中车平啦，平均。这有两三个通啊，互你替换，无需要伊讲到什么平均啦，公平嘛是共款。这物件做公平的，毋对，公道平正平棒，平棒就是一个棒子，你甲放平。平棒、平正，更平个正正，或者公平哦，我大家参考了哦。过来不记就是啊，我头拄仔我就讲啊，哦，不记啊水，不记哦，啦，伊讲一大堆哦，啦，是安怎哟？所以过来，啊，你买当讲不值哦，自己不值，那个盖不记，停止的止。换一字，啊无啦，毋止，毋止是伊咧，连因规班的学生拢反对，毋是干那伊班长尔，所有的同学拢反对，止。哦，倒不如较参讲、较思讲、较思啦、较惨，倒不如。啊，过来，烂路虎，即拦路。是做歹人的意思啦，有个人哦，你像讲，要甲你主动哦，就是有人迄个安尼较鸭霸面的、恰良恰好出来甲你动，迄个人啦，叫白头爹，排头爹啦，这是台语，但是这无几个人会晓用。好，我紧，这吼你也不要用，你莫用。第125个欢雄，在欢迎嘛，欢喜嘛，欢雄。平常时伊都乖乖咧，今仔日敢若反形去，敢若变一个形，反死啊！看到我乖乖，今仔日反死，那歹哭哭，就反死。还有一个侧面，咱有当翕相要翕侧面，然后通缉犯咯，定来讲正面翕啊。侧面安怎讲？贪边心，贪边心，哦无就贪边。哦，这是台语的特别的讲法，台语的贪哦。台语的趁你也要用足济，趁拍、趁起、趁徛、趁怀、趁跌，啊个，等我做啥？再形容说，根本不要讲。啊，过来，咱讲哦，面床边啦。当然你写有人写讲，啊，面床边，我都透早精神哦，啊，坐喺面床边，其实你会当换字台语哦，面地啦。即你面向涂骹，迄个对面地就是面床边啦，不一定爱写面床边，床边吼，咱两人写床边。啊，佫一个
甲板，咱这船仔顶迄个甲板哦，其实你也较台语的讲法是文面，文啊，就是 PUN 第七声文面就是甲板，这你来会当用就用，啊，过来无责无任嘛，咱定下拢骂人话，伊没有责任感，伊台语啊无下无落。无责，咱讲无责无任是会使，不过你是直接翻的啦。我来建议讲，你爱用无下无落，这个人啊无下无落，所以拢没有一个安尼做代志啊无头无尾啊无一个责任安尼啦，哦，无责无任。过来后遗症，这个是啥？屎尾，你留一个屎尾，啊，个啥？有人讲病尾，工课做一大堆啊，啊，佫一个甲伊切骹装，佫一个收，佫甲伊收尾人，所以就是迄有后遗症。啊，就是你袂使写后遗症啦，爱写啥？佫留一个病尾啦、屎尾，佫就屎火，拢是共款的意思。啊，佫一个较输啦，较输是啥？是不如啦，比不上。哦，例如说，你装规步久，较输我较一通电。不过有人写讲不如咧，伊就直接写不如啦。伊讲你装几步不如我卡一通电，不如是华语，咱会当用啥？你装几步较输我卡一通电，就解决啦。哦，过来第二项，这个较输还佫有迄落另外一个意思，是讲但是啦，偏偏啦，我比你啦吼，我想要换新车啦，较输都无钱。通买，迄毋是讲较输呢，是偏偏的。我有想要买车啊，干啊，都干啊，也是讲较输都无钱通买，所以爱要用啦，爱要用。这是我针迄个顶摆讲的迄100几个内底哦，我想了20几个，今仔日特别甲补。我头前100几个我都无讲啊，你爱100几个，你甲我讲，我传互你。嘛无要紧，吼。过来第三项，要爱甲粗俗土地的回忆哦，扣倒来。也是管定小等。哦，你只要好，咱爱甲较粗俗土地的回忆哦，扣倒来。粗俗土地的回忆哦。有个人就讲啊，你个台语拢个足粗鲁，是屎啦、尿啦、什物鸡屎哇，你看呢？我跟你讲，你是较生活化，才会去讲迄个屎甲尿呢，对毋对？你袂使讲我挨落都无水准，其实你若讲这，敢若我比一个驶牛车，你讲你会屎，毋是嘛？伊驾驶啦、赛车啦，对无？啊，你袂使讲落屎甲尿，伊就足无欢喜哦。敢若较早。老母，你甲囡仔饲尿哦，伊哪讲？啊，古井人叫放尿，捌听过？较早无了纸尿布哦，伊就囡仔要困，拢爱去甲饲尿啦。啊，等你饲几步，伊敢若毋放，所以老母会种诶，哎呦，这够害！古井人叫放尿。老母对囡仔就安尼讲啊，啊，哪有啥物毋对？有啥物对？好来，咱先讲第一个，毋知困到第几点去？这吼，就敢若咱的十殿阎罗，你讲十殿阎罗，各位知吧？就是伊困咯，困到伤到困到真入眠咯。咱有当讲啊，毋知困到第几点，就是困到足入眠的啦。哦，来第二项哦，咱来骂人啊，边仔头去啊，边仔头去就是咱华语讲，闪到一边去啦。啊，你若讲华语闪到一边去无水准，啊，台语。边仔头去嘛变做无水准，哦，毋是安尼，哦，来，性格会食膏啊，就是血液真性，性格呀会食膏啊，敢若秘书真诶共款，哦，所以即款话你嘛爱扣，第四，咱讲死无人哭，就是这个人足无良心诶，咱定咧骂人，这死无人哭。第五，痛甲未固定，未固定就是无法形容，欢喜甲未固定，
即句话是台语足侪人咧用的话尾，哦，我唱甲未过，真欢喜的意思。不过你无需要写，我写真欢喜啊，你写唱甲未过就好啊。对啦，肉看有无？这肉就是吹啦。当然你讲啊，我吹看卖咧，嘛会当啊，吹嘛是台语啊。不过你有当时啊，我换一个语言本来就是要有多样化。第二样，我甲你建议，肉看有就是肉就是寻寻觅觅去找的意思，肉看有。第七，头壳顶甲要落去，就是磕头如捣蒜，捌听过？我这华语吼，啊，头壳顶甲要，频频点头，一直讲安尼好的意思。所以你啊要形容这个，伊这个动作，你就讲头壳顶甲要落去，就是拢讲好的意思。过来，无看甲坚持跪落去，就总去听点。无看就是不克分身的意思。无看安尼，顾不了那无顾遐尼济啦。伊听到将个，例如说人安尼汹涌来弄门哦，变变头，伊无卡甲坚持跪落去就总，哇电话你等啦。伊都无卡甲坚持，伊都举起坚持转总去听电话，安尼你知影意思吼？无看，啊这。迄个南部的口音是快啦，北部是卡。宜兰人讲无我真无卡呢，啊，敢若真无用的款吼。过来，对手甲梨啊踩落来，踩落来是什么？就是甲这梨啊啦、无啊啦，安尼甲摕落来意思。因为你讲摕落来嘛会当啦，啊你讲踩落来嘛会当。过来。骹前无骹后久，就是不选种。我才踏入去河顶啊尔，踅一个弯，骹前无骹后久，就随个撞出去，就是不选种。就华语不选种吼。过来11，你来去坐高铁哦，广播的拢讲啊，北上的列车哦，要开啊，啊路南下的什么几邦的迄高铁要开啊，对啦。台语是上北落南啦，无人讲的什么北上啦、南下啦，这是高铁迄吼无药可医啊啦。迄个台语都毋捌，搁对啊闹甲平大声，我才好笑。我咧讲啊，上北吼，咱有一条迄什么最后的尾班车吼，台语有这个歌吼。伊有唱即个上北吼，我唱一段，我几段唱互你听。高阳花尾放的上北也快车，捌听过无？即个歌就是上北嘛。哪有人讲北上啦，空空的，毋捌字佫无声。我过来，咱讲哦，即声害啊，其实嘛有人讲哦，赛滚。啊，敢正经赛滚啊？有人讲啊，讲个赛做无卫生，毋是，就是讲事情完蛋了啦，赛滚，赛那会滚，赛得点点滴啊，臭摸摸的那会滚，就是讲这下糟糕了，这下害啊，这下子完蛋了啦，有人直接写了华语啊，这下哦，这下糟糕了，啊，你毋知写啥，你就啥物这下害啊啦，赛滚啊，拢嘛会用的啊，吼，过来。弹出去13天外，就是咱有当讲啊，抛到九霄云外。现在你个别甲抛到九霄云外，台语有特别的呢，甲拼出去13天外，甲拼出去，这是台语。过来，咱讲哦，闪啦，咱华语嘛是讲，闪到一边去了，闪啦。来，戆甲未白上，正经。戆甲未白净。啊，其实你这有啥物人替代？有的人说啊，很笨呢，笨得无药可医啊，伊嘛是写呢啊。啊，毋过你著写这就好啊，戆甲未白净啊。哦，啊，佫有，则无咧好饱伤营，我都无咧食饱伤营，佫去插这个代志，这个佫是台语的特别的这种的副词的，伊尾流抑佫有尾个省略吼。
则无咧好把伤言，搁甲伊车遐有诶无，过来暗度甲死无人通比。即个死无人，他拄啊头前就有一个死无人哭，共款意思。哦，就讲暗度甲即个死无人就是非常的意思，非常。暗度甲找无人通比的意思，死无人通比。所以你嘛莫讲啊，什物啊，恁台语拢讲一寡什物死啊、屎啦、尿啊，毋是用这来形容迄阵哦，你会感觉讲袂歹哦，爽过有力。过来武甲袂得受伤，就是代志哦，无法度收尾的意思。武甲袂得通受伤，过来。这18这命吧吼，他都有讲过吼。过来，咱定来拢讲非常啦、十分啦，还是讲恨啦，其实你当换未讲的，未讲的贵，未讲的水，未讲的好食，真好食，啊！你嘛当换，敢若这个物件哦，这啥？去日本佚佗哦，一般理费啊，未讲的贵，对吧？就是难以形容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贵，我都未讲的。不然，未讲的水，哦，迄个查某真水，啊，你嘛会当换未讲的水，哦，未讲的好食，哦，迄间餐厅哦煮的未讲的好食。过来，你遐贫惰哦，要死，你那么懒。是不是要死了？对不？啊，你有当时买当话，你遐鸡婆要死，那有咱骂人哦。你那么鸡婆哟，要死了，对不？像即款这土地的话，你要扣转来。你拄这互我要死哦，这质疑讲，啊，你摕这互我是要创啥？是无解客气啊。有人会讲啊，你拄这互我是要死哦，把这个上歹剃头的工具拄互我，拄这互我要死。哦，应该。是较粗鲁尔，毋过较粗俗啦。毋过这是真土地的话，过来消到无尾流啦。哦，咱有当讲迄人，伊的行为哦，真无正经啦，真离经就是离谱啦，真含啦，真无义感，消到无尾流。过来，咱有当讲哦。应该死好，这字是毋是应该呢？是应该死好。应该是华语，不过咱若台语也讲应该，迄阵就变做啥？你活该啦！应该是有对活该的意思。哦，这个台语这4字你看，逐字拢念本调，未来唔太，未来唔太，要就来，不要就拉倒，未就来，唔就太啊，4字安尼啊，吼。啊，这过来合仔读就是经背读，利润是你卖一半，敢若讲你卖100块，啊，你赚50块，就是合仔读。我后来赚钱，过来哦，看有食无简单个，就是简单个，可望不可及。看有食无，敢若在流喙烂，看人在街边啊，看人伫那个食牛肉面哦，真芳真好食，是迄个面包哦，足芳的对遐过。看有食无，简单个，你都无钱啊，哦，过来空冲，空冲是啥？看讲啊，什么人哦？人讲你有捡到什么钱哦？啊你无摕一寡来本，迄是骗人的，空欢喜的，空冲。过来输乌面。你有当讲无三句话，性地野野哦，输乌面就是啥？面热落来，闭面，输乌面，毋是讲迄个面甲输乌呢，你要了解伊意思。输乌面，即较粗的人咧讲。甲我讲无三句话，恁爸就输乌面，就甲变倒哦，过来臭火，这人做臭火就是讲，怎么讲？伊个敢若气焰谨慎。啊，拢要修理人啊，是讲话拢足无礼貌诶，
哦，这款的形容词哦，有当时啊真歹讲一个啊，伊内底到底是啥物意思？哎嘛真抽象，这样做臭货。刚才咱讲骂人讲咧暗道，什么叫暗道？心肝真歹，暗道不是。不是哦。暗道是迄个，就是那个。心怀鬼胎。嘿，迄个心肝真歹，拢藏喺内底咧。一刀敢若红喺内底，啊那是细细喙细细，尾大伊，同款意思。这鸟毛嘛是。龟毛。龟毛。古毛啦，鸟，有人讲鸟毛啦。啊，佫有一句哦，鸟丝哦，捌听过？鸟丝。鸟丝就是哦，鸟啊，你食的物件哦，伊拢安尼，食细汉啊，动作真慢啦，啊，真优秀安尼。不要讲啦，就是真鸟丝啦，真谨慎啊，讲话安尼，考虑真济啦，真谨慎，或者鸟丝啦吼。来，地母顶顶赛，地母顶顶赛是啥？硬质的啦。因老母哦，为了要互因囝去迄落演出哦，古早人无钱哦。你嘛是地母顶顶赛，你当做因老母，古早人有啥物做田咯，散甲几尾掠去，输人毋输阵啊！啊，咱一个囡仔讲要甲共班要去观众哦，去佚佗，买两罐啊，啥物汽水啊、凉水哦，嘛着地母顶顶赛啊，硬质，摕去互囡仔，啊，遮无嘛有一个体面讲，我有炸凉水啊，炸一个啊，啥物好食的物件。后来，这哦。咱讲饭食伤济啦，互大家用，这啥物意思？我看无人会晓用。其实这是咧骂人的啦，骂人讲哦，你饭食伤济啊，啥物好死，安怎意思？啊，佫一方面有当时是家己笑家己，笑家己。伤济岁人啊，拢会笑家己讲啊，咱着哦饭食伤济啊啦，啥物意思？无爱讲死啊，讲伊是讲啊，我差不多好死啊。饭食伤济就好死啊！哦，这真趣味啊！而且有当时啊，哦，咱人哦，你莫去笑别人，你也自嘲哦，人拢感觉讲，佫用佫袂歹吼。来，赢囝佫要赢话，这是哦，得了便宜佫卖乖啦。你共赢囝的人，佫要赢话哦，佫要赢讲，赢囝佫要赢话，甲人跋囝赢哦，佫共修理咧。因拢即落三脚鸟啊，甲播，一连几年啊，才佫来啊呢。你赢叫你着较谦卑，讲歹势哦，我诚实咧哦，我要转来创啥吼？你若安尼讲啦，我好紧转去。啊，你赢叫佫共糟蹋啦，听到起毛字拢歹，吼，这是真土地的话。我毋是叫你去跋筊，我是讲你要了解迄个意思。不然，咱。今仔头拄仔讲遐吼，话是讲过，啊话是吼，较即个较土地的话，毋过好，咱爱甲台语着用的结构吼，来刷来讲，第一个句法吼，句法内底，对话内底吼，有也未够开的词，第一甲吼，我比一个，我有记例，我若干那讲咖喱一定听无啦吼，请伊讲煞。大家拢气甲，咱听有无？大家拢气甲，气甲，毋是啊，气甲。啊，后壁是啥？伊后壁要省略哦。大家听伊讲煞气甲，气甲啥？真生气，想要甲走。哦，有当讲啊，大家拢听伊讲煞气甲，气甲啥？气甲做想要甲抬啦。安尼，迄后壁省略啦。哦，过来讲，这个讲嘛，才一人理哦。这个。往来足甜的讲，往来足甜的讲，讲啥？拢无人要食，就是伊迄个尾溜个省略就讲，拢无人要食哦。很可惜哦。往来足甜的讲，我说讲啥？往来足甜的讲啊。哦。他有一点画一个问号啊，讲啥？是无人要食，还是讲？足甜的讲。大家拢无人挖来，拢华人问津的意思。不然你叫伊读啊，伊都毋读你。哦，这一定即句可能较实听啦吼。叫伊读，伊敢若毋读你。我叫伊好好啊读册，伊敢若毋读你。你啥？
你有什么办法？哦，不要省拿他没略，办法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拿他没伊都辙。唔听咱的话，你就是，伊都无听咱的话。啊，过来，过来哦，咱讲这个国，甲伊是讲哦，即我有讲的。恁爸才无得戆国，恁爸才无得戆国，戆啥？国互伊骗去啦！哇，就讲你咧讨论代志迄阵哦，伊就讲，哎，煞来莫阁讲即套啊！恁爸才无咧戆国，国啥？国互伊骗去啊！安尼听有无？省略。即款的语法是，华语无，国语嘛无，无人安尼讲。恁爸才无咧戆国，互伊骗去，省略。哦，无代志哦。过来第二个句法哦，这个句法，这个较简单啦吼，这个华台语的量词有真侪未对应的所在，例如说，咱讲花啦，台语是蕊的，华语是朵一朵吼。衫的量词，台语是领，华语是件啦。圆形的物件哦，无管大小，台语是粒。例如说，咱台语讲一粒沙啦，一粒柑仔啦，一粒山啦，一粒鸭啦。我华语的粒是足细颗粒啦，一粒沙，一粒米，啊，较大项的呢，台语在，无论一个西瓜啦，一座山啦，无就讲一粒，什么一颗星星啦，无就一粒星星的，无啦，量词无共吼。过来，复数嘛是共款啊，这妈表示两个人。共一款，伊是戆人啦，我嘛是戆人，共款的情形。伊爱食牛肉，伊袂爱食牛肉，我嘛是。即妈就是讲前后两个拢是共一款的意思。过来，共一个动作哦，重复哦。你搁坐落去，我就会愿插你哦。或者是或者是讲有食，搁有掠，即共的动作有食，搁有掠。这应该大概是袂用唔对啦。啊，这拢哦都拢会使翻译做多啦。大家学生拢去困啦，因三个学生囡仔拢穿白衫去读书。天都光啊，你阁唔起来，咱都无半说是要行去倒，咱都听唔捌，就莫阁嘴乱用，莫阁开嘴乱用。这夜吼，咱是讲夜嘛吼，语义有小话啦，会当小换啦，定定表示猫语也是借出。我要出国，你也要去，这是在怀疑啦，这是怀疑的意思。你也想要去社区大学教台语，这间面单也无较好食呀。我也唔知影伊就细汉就袂使食海产呀，我也不知道，这嘛一种的怀疑的口气，我这也要用。啊，另外这吼，这各地方的这个差异啊吼，经历来讲啊，咸啦、牛啊啦、麻雀啦、老鹰啦吼，这个灌肠啦，我老鹰的麻油、奶油啦，啊麻雀哦，那赤椒啊啦、醋椒啊啦。醋角椒啊啦，啊咸啦，就是这蚕哦，有较济什么牛啊啦，哦，潭啊啦，安布节啦，蚕啊啦，拢有啊。啊，这个文白吼，字读的现象啦，这日语的汉字哦，的思维啦，咱讲未及，无学教怪异。口做吼，这字哦拍唔对做啦，这 T-S 才对，唔是 T-H 哦，歹势，碰散，起毛注，这文白读法哦，我相信应该这哦，互恁参考就好啦。这我想，字打哦，1、2、3、4、5、6、7。这打吼，我特别起来讲吼，打
气胆，胆好胆，你是有够好胆，啊，这胆哦都要用到气胆，就是海胆。啊，佫一个宜兰的特产哦，担干，担干，啊，佫一个我想到担担，哦，这就是指担。但是一般的鼻音是啥？胆，你有够好胆，哦，伊个肝脏无好，去甲胆挂起来，胆啊，胆。这会当哦，会当互大家啊参考啦吼。咱若要写甲不来吼句话甲用字啦吼，写正版佫断起来代。这个文章内底吼，虽讲阿母的双手是粗啦，毋过伊的料理是芳的啦，人生酸甜多少，都亲像阿母桌顶的料理共款。有阿母的故事，嘛有我少年的记忆。伊是阮心目中无人会当替代的阿阮婿啦。伊这安尼讲哦，双手这双手是华语啦，咱就讲阿母的手底啊，粗甲会，伊是粗的嘛，所以你莫讲粗啊，爱讲小形容者，粗甲会结烂，结烂就是结那个茧哦。毋过伊煮的料理是芳的，啊你到要形容伊真后煮料理，伊的手路菜颠倒是一粒一粒。伊讲人生的酸甜有苦涩，讲莫讲，因为人生哦，确实是华语啦。例如讲，一世人的咸酸苦涩，就那亲像阿母桌顶料理的气味共款，有伊甲阮的悲喜苦痛，嘛有我少年未煞的记忆。伊是阮心肝内无人会当替换的阿阮婿啦。伊讲啥替代啦，吼，当然替代是华语啦，替换啦。啊，即心肝内就是心目中、心目中吼，这是华语啦，你莫用这啦吼。过来，拄开始我甲伊这写嘛是台语哦。拄开始小弟含我拢兴趣想要甲伊讲话，毋过伊开喙就是。慢慢啊，小弟就对伊无兴趣，阿爸阿母拢爱上班，剩我甲下狗仔讲话佚佗，剩我一个人伫饲下狗仔，真做我个人的动物团。我下骹改吼，拄开始，当然，因为开始这两字就是华语啦，咱就台语就有啊，深头啦，就是拄开始。小弟甲我拢兴趣是想要教伊啥？教伊讲话啊！你教伊讲话，教伊讲两句人话啦，因为伊是鸟仔咧，对毋对？是毋是？所以是教伊讲人话啦。毋过，伊开喙就是毋开喙，安尼啦，伊干啊袂瘾开喙，这比伊头前写的较好。哦，干啊袂瘾开喙，慢慢啊，就是后来无偌久，小弟就安怎无兴趣啊，无兴趣的，会台语咧。茶较冷燥，就是心肝冷冷，啊茶较冷燥，啊燥到你冷，啊茶嘛冷，要起会倒，对，是无兴趣的意思。阿爸阿母拢去食头路，伊上班啦吼，还阁食头路，剩我伫甲下狗仔讲话，孤孤剩留我伫厝里甲下狗仔上伤少喙，讲话上伤少喙，啊，敢若。啊！你打招呼共款，佚佗，顺煞，款伊的食料甲啉水，煞规日拢丢伫厝里，甲伊做伴，丢伫厝里，甲伊做伴。我该安尼哦，我要紧，你若意见，咱咪哦，留一点时间互你问吼，过来。这哦，去年真正是人生中啦，从来毋捌想过，想过拄着即款刺激紧张的日子。我甲指导学生得到民朗读者剧场全国评语赛，一困头摕到3项特优啦。知影我爱代表新北市参加教师组全国赛事，我带咧等，因为我爱指导国中
播音赛读者剧压力实在无法度想象啦。这吼，这个足侪人嘛安尼讲，想象伊就直接写这两字啦，一届3组进入全国赛。你参考去年一下去去年我嘛感觉足奇怪，旧年就好啊，真正正经嘛，真正是欢喜啦，是我这世啦，是我人生就是这世啦，从来唔捌，就是未经捌袂啦，未经捌袂就是从来唔捌啦，拄过遮尔活跳，遮尔刺激。请赢的日子，同齐得到什么得优啦？佫是一困头摕到3项，这是够啦。啊，佫后壁这我嘛知道国中组的民朗播音赛读者工课啦，第二经架头的大头啦。就是压在你的肩膀上的压力，这压力你就讲第二根架头的大头啦，正经重甲咸要放去，做一群备办3组进入全国赛，所以你写这个台语当时爱小集中尽量当改较。台语化啦，莫安尼看跟大家做成迄款华语啦，尽量。啥物文本来我写，即颗真厚，甲我设计，互我头壳摸咧烧。文本要塞互我写，即颗高音啊真厚，做空互我跳，伊甲我设计啊。所以讲做空互我跳，头壳摸咧烧真久，因为头壳痛嘛，所以摸咧烧真久。这知影工课真正未走闪，敢是命底生成，天公伯啊要凌迟我，变即落出头，甲我车大饼。头一摆写文本，敢若啥？遮天遐房咧补衫裤，敢若是咧补破网。做演员嘛共款啊，镜头一倒，拢三无钟头颠倒，后生正经整着我，整着是有生我啦，整着武欢喜的手路功夫，真正是一粒一粒。我确实对伊袂着，就是即个缘故。这个是什么我心情，无这样我甲扭来，我心情啊，未讲伫央的，未讲伫就是，头拄仔咱有讲啊，未讲伫就是非常艺术，真央的艺术啦过来这是华文改写的物件，伊这顶管是写华文。我阿姨很想交女朋友，可是每当她碰到漂亮的小姐，整个人就畏畏缩缩，大家都笑她如此胆怯犹豫，绝对交不到女朋友。反倒是劝她要抛开顾忌，勇往直前，才能得心应手。我有大概改，阿姨足想要交查某朋友，不过见若拄着水姑娘啊，漂亮的小姐改规身人在畏畏缩缩、揪揪捏捏，大家拢笑伊惊未着顶。胆怯嘛，较母嘛未成啦，怎么都搞不成啊？反颠倒抗议了，心肝爱残，手段爱干，才有七粒通牵。这有押韵心肝爱残，手段爱干，才有七粒通牵。就是叫伊来勇往直前的，才会当交到查某朋友。过来。对啦，出门有交代，交代妻子整理客房但是依旧四处串门子，直到晚上才回来。对啦，进门就骂讲，你这个多嘴的长舌妇，白天到处游荡，晚上才回来挑灯夜战。如果没有把家事做完，你就不用睡觉。对啦，要出门进前有吩咐因某爱拼厝来了，不过伊同款四界过家。咱
有大家讲哦，形容哦，查某人四界游荡去，四界去过街啦，输甲暗面蒙才转，啊，得亲头入门都随家以嚷讲嚷啦吼，骂他啦就骂了嚷的意思啦吼。你这个长尻川的狗尾婆啊，规日牵红啊保护伞，四界拍拍走。即阵才要起手做工课，就要甲处理变好清气，若无你就免困，就不用睡觉，你就免困。现在不用睡觉，然后你就免困吼。对哦，后来阿姨啊，在他家设赌场，可以赚不费力气的钱，但是赌局欠人的时候，他常常要亲自下去凑人数。照这样来看，他有一个事前的赌鬼，有什么差别的哈？阿姨的领导尖叫，尖叫就是尖叫经啦，地板那个叫经啦，会当揪头赚2钱啊，可以赚不费力气的钱嘛。会当揪头赚2钱啊，不过无够人的时阵，定定家己爱落去塔卡啦，塔卡就是凑一脚啊，3缺1啦，凑一脚。生生啦，有输就有赢嘛，安尼一个姓乖的娇鬼，安尼甲一个姓乖的娇鬼有啥物争差咧？因为你著塔卡啊，你个姓乖，共款嘛，你嘛是娇鬼，有啥物争差？就是有啥物差别意思啦吼。如果要和弟子啊，第4个例啊，如果要和朋友在陌生的地方与不认识的人打麻将，要留意是否有人在设计诈赌。若要甲朋友伫身份所在陌生啦吼，所在甲无熟悉的人拍麻将，不认识拍麻将，就要斟酌是毋是会互人尖叫去设计诈赌。过来，好啊。卧病在床，儿子媳妇可是侍奉久了哦，失去耐性，这几年有厌烦，就心不甘情不愿，才使得阿福婆非常艰难的在度日。阿福伯啊，在床10通当啦，头起初哦，甲囝新妇拢地心地肝，就是全心全力哦，就是地心地肝伫奉台伊啦。不过正经是啥？久长病无孝子。日子久了就丧失耐性，就是久长病无孝子。两人啊，这几冬有牛啊，记载袂掉，挡袂掉啊啦，豆豆啊，咧起亚线，心不甘情不愿，都无遐交文去管顾伊啊。交文就是很平均啦，而且很正常的态度，是交文去管，叫阿后边啊，规日。疼丢丢咧拖进去，疼丢丢就是心肝哦，艰苦啦，心肝心跳了对，心痛了，痛心不已了。祖母和孙子2个人牵手跑去树下躲雨哦，两妈孙啊手干条，总去树仔咖比哦。后来。早上出太阳，但是阿姨却说天气会转坏，果然到下午1点就下起来了。透早出去啦，不过阿姨啊颠倒讲会变天啦，千拄千下晡去补鸡啦吼，下晡1点真正上大雨，下好雨你爱讲上大雨，莫讲落大雨吼。雨若落交文。下的均匀，山坡上的草木看起来会更翠绿。雨水若落交匀，山头的柴树啊看起来就青灵灵。伊是一个头脑不灵光的，还跟他扯一些陈年往事，也难怪他什么听不懂。伊都戆较袂白上啊！你个黑白编一寡英国的古小起来溜就是讲以前的事，较刻意嘛。历史啊，伫听落，唔知你咧讲啥？你咧讲迄落，你都听唔捌啦，哦。后来，小秘书院说，一粒米8块，现在我们有得吃，都是农民辛苦换来，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万万不可以浪费。一粒米8块是伫学路做田人，种稻啊勤快骨力，有汗流接地，才有收成的欢喜啦。若甲安尼，咱就要
低温报本，鲜都唔通偷窃，万万不可以浪费。咱华语点来讲啊，千万不要，千万不可浪费。第二啥，鲜都唔通偷窃，要用鲜来代替万千万哦。台语文写作的手路，啊，这个11点嘛吼，咱小休10分钟啦，好不？哦，咱后节再个继续讲，后节这个吼，这是重点吼。好来，咱多谢老师，咱先来歇困10分钟，10分钟我来放一寡歌给恁听吼。好，谢谢，谢谢，多谢老师，谢谢。即马11点2分吼，11点12分各位回来吼，多谢。谢谢。我讲啊，足紧的，佫只有一半的话，我讲这29，佫这没有这种重点的，我惊讲袂了。啊，无啦，无10几啊，29吼，29。我咱讲29呀，你知无？讲迄种较简单的啦，你没有这个，要紧，我会控制要好。是。以前阮家人咱这节课吼，讲台语文写作的手路啦，手路吼。你若有才调做诗句，最好是用几字啊，像讲哦10字啦、14字哦、7字啊做起欠，起欠就是一个开头啦、开端啦，写喺头前安尼。安尼加吼，加足有力的啦。哦，这是互你参考啦。我尽量我是建议安尼做。过来，第二，俗语的作用哦，爱互内文搁较有味有素啦。你若有可能哦，俗语哦加减用，迄文章读起来就是加较有力。过来，话句的描写爱有够格，就是爱达到一个有美有格安尼啦。哦，啊，较端正一个，看到才会啥，食家未冷定啦，较熟热的意思啦，就是咱讲未冷场的意思，未冷定啦。过来，上关卡的台语创作是要有读者有五感的体验。啥叫做五感？就是我用佛经来讲，眼耳鼻舌身意啦。就是啥？你写的台文哦，就会感觉互人读到哦，敢若有看到迄个啥，你目睭敢若有看到。伊写的景色，耳孔有听到迄个水声伫流，哦，还是讲有听到因两个咧讲的话，哦，迄个感情的对流，啊有加减嘛有，像讲你去食牛肉面哦，啊你会讲到讲哇，这味哦足赞的，我闻到迄个香味，啊规个卷喺鼻孔，啊佫传咧大脑哦，你甲这字拢写出来，就敢若有一个味的感觉，哦。当然，我咧嘴讲哦，无记忆无效啦，吼，好啊，来，咱咪记忆啦，吼。这个拢用7字啊，吼，做起欠啦，吼。即我是举一个例，互恁温温啊看就好啦。什么红星牡丹做看头啦，好诶招文才是高啦。因为你这7字啊，就是应该押韵啦。两冬无归心懊恼，姑娘啊要甲吞某偷。温馨地花有应效，真正有心两冬后。好，我莫搁念哦，互恁家己参考哦。我念下段，大家心肝食味屁啦，禁我出门去行事啦。行事就是去串门子啦吼。若搁踮遮会早死啊，较输成酸好味死啦。有款衫裤又念面，等到随风中到时。哦，我嘛念安尼就好，啊，剩下恁家己看吼，毋知则问我紧吼。过
过来，下骹这嘛是吼，七字啊做起见，少猪牛变做比干，报比出门叫西安，拄顿到厝流啊慢，大家讲人食粗残，吼，这嘛是吼，阮过来，冤家生互老母烈，落地过互四大妹，拢为顾算无及格。要读高中有问题，当顶学历考就工，腰束内袍熬闭目，鸟头船头衣裳红，火车顶声高人疼。我嘛，剩下我莫阁念哦，过来，这俗言语的作用哦，互内文的更较有味啦。哦，像讲这俗言语，我比一个咧，新妇大家啦，查某囝娘哩，这可能有的人可能就唔知影话，就是因为我后壁有解说，所以应该你真简单就会了解，就是感叹世事反常，君不君，行不行，就是新妇哦，你带入来新妇哦，歹到什么程度，歹到大家就惊伊啦。新妇敢若大家啦，啊查某囝敢若娘哩，你有当时啊嫁去人兜哦，伊发觉讲这大娘姑、小娘姑哦，比娘哩较歹呢，比伊呢。大家搁较伫做王位的啦，迄话大娘姑、小娘姑做有气的人，哦，真唱究呢。迄话哦，你嫁去哦，你新妇嘛叫压落底，所以就是即句成语啦。新妇大家啦，查某囝娘哩，过来半暝出一个月，哦，看字面你就知影意思，就是讲碰到一件真意外的代志。过来粪机甲春声，这是袂比的啦。粪机是你拔不迄落。什么迄个粪扫啦、粗坑啦，还是迄个什么米坑啦，迄个足粗俗的物件。春声是你装迄个什么新娘的囝婿迄个什么嫁妆啦、大饼啦、片礼片金啦，迄款的是粗红纸佮足高贵的物件呢。所以这两项天壤之别啦，吼。后来一头大鸡双头蹄，左右为难。是安怎讲？一头大鸡双头蹄，即个是即个查甫人哦，伊死某，死某你有囡仔迄阵哦，歹讨食，伊家己知。便若出门要去卖鸡，又饲鸡啦，伊要卖鸡。问题是囡仔是毋是爱带出门？伊袂使囡仔甲放喺厝里做伊大鸡去卖啊。伊就知一头大鸡，另外迄头咧，放囡仔。所以一头大鸡是一头是囡仔，一头鸡。一头囡仔，一个好啦，鸡毋是囡仔有当时你甲讲啊，创物件甲写伊会点点，鸡也无法乖啦。所以我行路啊，哭到石头啊，规遐我黑白饲迄阵，我咧讲鸡仔饲囡仔嘛好啊，所以就一头大鸡双头蹄啦，这是做查甫人的可怜。那带囡仔去卖鸡啊，这毋知是要。顾囡仔好，还是要顾甲骗这鸡仔互掂，还是要骗囡仔互掂，伊左右为难哦。过来三七讲四六听啦，这个是打马虎眼。你安怎讲哦，我就甲你应付啦。你三七讲我四六听啦，哦。所以像讲这个成语啦，你若会晓用哦，倒喺你的文章内底，免写偌济。有当讲到这段，你来讲啊，三七讲四六听，你就是。你敢若文章哦，加看起来去足有力的啦，哦。过来，我搁讲一个吼，大新搁军良。啥物叫做军良？你有看迄个晚清的迄个福晋咯，还是迄个什么？还是迄个什么一品官咯？什么？包括高品的嘛，有一品、高品哦。胸前有一块龙哦，你要注意。迄龙呢，伊有规定哦，什么一品官迄只龙可能是金丝线，啦第二品的可能是什么绣红咯、空金咯、什么碗糕啦，什么意思？身价大涨不可同日而已，就是身价拢无共，大新个军良，所以咱有当形容讲，哇，一个唱秋起来呢，大新个军良，伊安尼用迄阵咯，有就知影意思过来。因我二贯七就是一五一十啦，个教头一直讲到尾流，因我二贯七啦吼。过来有一个草油破味，
这有当时啊哦，你可能即摆人要去骗着臭尿化味已经真困难了。古早你囡仔咧烘尿棍啊吼，迄个年代都无迄个什么纸尿布啊，上家迄尿棍啊，佫会当填掉，迄是笑话咧。嘛无迄个钱啦，迄个尿棍啊，寒天烘袂焦种，爱用烘的，一烘哦，迄囡仔会臭尿化味哦，足重的，而且你也愈行愈晚哦，骗着愈重。所以话咱讲有一个臭尿化味噻，露出一线曙光。你若骗着臭尿化味，讲啊到位啊，因兜到啊，因兜就有囡仔，安尼跳舞。啊，剩的吼，当互恁家己参考啦。我莫阁安尼一直讲，只要讲了唔知算啦吼。过来，第一文写作的手路吼。我是比一个例啦吼，用这个文章来比一个。不过真怪异的是，金枝啊对王查某的交代见讲见听，叫伊往东唔敢往西，佫被念凊头啦。什么叫做念凊头？就是偷金减粮，或者念凊头，凊头咁念起来，互人想拢袂晓啊。检查是伊为做囡仔气度的老母准查某囡仔安尼咧切教，卡袂着就甲压落底，饲甲死，亲像用浮红的铁箍放入去头壳内，迄种雾火的熏热，互伊调甲北袂离着。你看安尼形容迄阵，你有感觉讲，伊这讲啥？就是咱讲甲新妇压落底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形容哦，你袂使干。伊做囡仔气度，老母准查某囡仔安尼甲切教，过来呢，卡袂着就甲压落底，过来呢，饲甲死。所以你形容的时候，卡袂着就甲压落底，过来呢，饲甲死。同样的一句话内容，不过你要讲两遍，过来呢，亲像用浮红的铁箍放入去头壳内。我刚才咱那个浮红的铁箍，甲你捂的把落下去后，一个臭味大的熏热，互伊调甲北面。迄个火伤的肉痕哦，北会离无？袂离啊！哦，不来，看办事恁翁仔某的言，敢是真啊？敢就是，这是一种猜测的用字，敢啦吼，敢台语就种敢，你敢是敢应该是的意思啦，一种肯定的猜测啦吼，敢是真啊？就总讲有意向，佫好味是。不过，恁两个拢等袂掉心肝内迄个甲猫儿有牵卡的乌影，就是一种迄个脑袋上面的乌云啦，乌影都无摘掉翻头过去，过登去永过迄款温温爱爱无烦无恼的日子，是你无法度去。这就是讲哦，咱人哦，有时候那些伤害太深了，像迄个火去捂一个热安尼哦，掉伫你的头壳内，你永远都无法度甲迄阴影乌影甲淡掉。这个呢，敢若哦，歹胖的，这下加感觉有歹胖的是阿爸阿母交代的工课，不管大弟小妹，拢互你袂揪水。是这啦，互你袂揪水减念着，对看就是相亲啦，一礼拜就是7天啦，袂走相着，7个姊妹啊，拢找无一个，毋捌互因老爸跌过，就知影因两个老伙仔心肝有偌粗残甲鸭爸。啊，若牵卡到有低鼓嘴的查甫后生，就一顿查交笑，不管代志愈甲偌大条，因两个闹的，就是凊彩放马互过，大家拢感准无看的共款。这就是你写那时阵，你就感觉讲啥？这就是爸母的大细心，对查某的哦，拢甲你像迄个查某7、8个拢夹甲死啊！拢则无咧管你啥物换句，毋过啊讲到有地鼓喙哦，就是查甫的啦，哦，就一顿啦，查9笑。
因这查甫啊，无啥物代志，搁较大条，转来因两个老的，凊凊菜菜就讲啊，好啦，后规莫安尼做就好啊啦，袂输敢若无看共款。啊，若查某囝就无共哦，就是男女哦，伫古早英国时代哦，这是啊，真可怜的哦。啊，过来，台语的描写哦，爱有够共。即看到则袂食家吼，认真讲啦，因即种无人言、搁去食言的性质，嘛也有人要甲因盘烂的因由是，因遮个查某囝拢白肉，搁水敢若一蕊花啦，查甫嘛是拢轻飘露骹，就是安尼，遮个世界去城狗人谈，拐食骗，这是我歹念吼。见甲老烂的人，就围伫边啊，骗傻啦，兼米高想啦，一定爱孝着，才会甘愿，才要遵守啦。这就是讲哦，当然伊即形容这段吼，伊就是讲围伫边啊遐个人哦，查某拢真水，啊查甫拢是露骹缘重，啊围伫边啊人啦，拢一定啊。我老烂围伫边仔来米高想啦，兼嘛骗傻兼米高想，城狗人谈。即款的社会是真济，但是你也要形容啦，哦。过来，1921年出世的金鸡啊，是王查某的头前啊，16岁嫁翁，25岁离缘的是无生到半只鸟鼠啊。日本人嘛拄则战败退出台湾才一冬。伊228事件进前，伊就闹讲要落去下港。猛行猛食，惊死啦！惊死就是起死，伊是要去下港较车花的台人过抽。一厝内大细汉拢，大家拢知拄知的代志。啥物叫做抽啦？就是去谈的意思啦吼。是讲这内面啦，老母王查某的半目开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真要紧的美感。啊，若老爸。咱那称是出名的野狗，行某行甲无臭无潲的查甫人，连耳海甲半句都无啦。这段无几字啦，就是当看出来讲，因兜是查某，这个王查某咧做啥？做王啦。因连因人都惊伊啊，就缀野狗是出名的野狗，因查某囝去挑嘛爱因准，啊其实伊就是放目啊。伊头拄仔就讲吼，就放目开学，半目开客，就是纵容安尼做意思。过来这吼，较关键的台文创作，就是读者有五角的体验吼。我即摆，你注意看伊内文哦，伊内底写的五角的体验是啥哦？突然间看出去，山头的昏暗豆豆啊倒下来，一言一言，动动嘛，叮叮塔塔，搁寥寥啊拍铺翻乌啦，有色彩哦。顶仔骹内面念伊暗来，惊兄甲未晓讲话阿文，双手往鬢边一点就伊啊，这个有动作了哦，规个心肝丢甲啪啪掉，好像咱嘛有听到伊心肝伫遐砰砰。菜吼，一寡用过透未开的死角，一直伫头壳来熬啦，形容天骹闪一个足光足惨白的电手啦，就是闪电吼。对手呢，砰一声响落来涂骹，啊，文的身躯险啊吊起来，半分钟命，雷公死啦，弄弄弹，规天飒飒着的欢雨，因为你咧形容西北雨，你袂使写讲啊雨。落西北雨，这咧伤过平铺直述，你也知欢雨车通渡，欢雨车通渡，就是迄落雨啊，足大个啊，落欢的啦，一阵一阵破入来顶仔骹，顶仔来，像蒙雾安尼喷去你阿文的下头、鬢边，随过目遮毛、喙角，淡伫字尾，小小咸咸个。流啊酸酸，酸酸叫的冷风，甲愈来愈大的西北风，甲阿文压一个清醒起来，人亮起骹，拼入去办公室，吩咐边仔的工友讲要请假，
凊彩杀一顶帽啊，挖一个心都无看人影。即个位你发觉到有啥物五角的体验？你读完哦，你会感觉讲，风雨足尔大哦，啊，佫有迄个电手啊，砰一声，啊，雨喷入来，伊个规天的雨喷入来啥？目遮门啊，喙角，啊，伊佫澹伫舌尾哦，因为伊个面出较喷淡哦，去伊个下伫这面的所在，会去澹着啥？澹着迄个雨水的味，咸咸烧烧，啥呐烧烧？我你讲啊，流伫面的水哦，咱人温度烧烧，啊，咸咸是啥？由外海风吹来，雨咸咸，佫流啊酸酸。为什么会酸酸？其实伊人艰苦，伊想到遐个代志了，啥物心酸啦。哦，啊，过来算算叫的冷风，甲西北风压一个转清静起。所以你看即个动作，你要看有讲景哦，山头的云浪你目睭看到的啦，大瓦啦，一言一言，我但拍瀑翻乌，对无？啊，佫有啥？有声音，啊，佫有味觉哦，伊嘛有去担着。所以吼，你若要较写关卡的写作，就是爱互读者有五角的体验哦。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同款。啊，花颔棍仔紧红起你到耳啊，喙若硬，搁咧白擦啦，人未爱插你，手若开，车门过来外口，顺续出喙若招因人讲啊，出来行行咧，还有石椅啊通坐。冷冷的昏暗，云仔为海面的尽头压悬，就是海平面的尽头啦，吼，海面的尽头，一撮一撮，对，烧落的海风哪飞哪变，这是形容啥？形容昏暗啦，迄云哦，啊走真紧迄阵，伊一撮一撮，啊，海风吹来是烧的嘛，伊会对海风敢若会，咱讲风云，你看。风云变色就是安尼啊，白云苍狗嘛是安尼，伊就是拢无休，一直咧变啊。啥物形拢有啦，水角会互人乌白死。当时咱咧看光景迄阵，有影，即个云哦，会互人乌白死。两个人哦，未输惊看家楼去，目睭拢无腻。点点睛甲出神，睛就是咱讲的定睛注视，就是用力去注视一个东西睛。哦，啊这睛哦，敢若咱看手机啊嘛是用睛的，有当时啊是大人讲，手机啊毋通安尼睛，你看久你来休困啊，迄睛的目睭会歹去，什么蓝光啦啥吼睛，啊佫一个，这个睛哦，就是咱迄个目睭你捽迄个乌目个捽睛啊。咱这个放养啊，放羊啦，目睭哦，目睭你xuất个睛哦，嘛是这睛，翻译是绳子的绳啦，点点睛甲出神啦，耳孔听到的是一阵一阵2-3米悬的海涌，一浪接一浪出大力，响入去海骹的石坑，因为这是海边的，毋是沙坡，沙坡迄款海涌无够。无有啥物声啦，但是你来迄落东北角的海岸哦，伊迄落沿岸石岩的海边哦，伊个海骹就是石坑啦，感觉啊风叫，规沿的白坡对海涌亮起来有一两楼悬，像落雪安尼压去伫半空中，才散落来石岩，海水抽加车加抽摕，水果。满旗溢倒转来，念伊浮，念伊沉，起起落落拢无放零的时阵，连一秒都毋捌休过。你看这后壁这描写这个海涌哦，响入去石坑，啊个迄个海波哦，规个白波啊喷去伫半空中，佮上落来，佮散落来石岩，这海水哦。上来了，伊会抽摕嘛？哦，捌看过无？海边啊，像讲伊安尼亮起来，映溢起来，啊，
译完伊就随退倒转去就抽退嘛。啊，抽退都袂过来啊嘛？毋是，随个满期译倒转来。哦，念伊谱，念伊字。所以你啊，这段哦，你也小可读者哦，你会感觉讲你看到一个光景，一个光景哦，伫你的目睭前。因为这个物件你也兼要用字写哦，本来就真困难。啊，有的人伊可能字写真简单啦，啊，印真粗啦，变变叫，就是写遐尔。但是你会当写甲讲，类似敢若你目睭去看到迄个电影的面哦，内容你甲写。所以无怪讲咱个华文定你讲的哦，王维的诗啦吼，讲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华语嘛有迄个，人伊就有法度做甲安尼，咱台文嘛有法度啊，对无？伊诗中有画，咱台文嘛有画啊。咱行仙做行仙啦，你毋通互人迄个有人华文讲啊，恁迄台文拢老死啊，拢写甲迄个什物死人骨头，迄拢无效。台文嘛有法度写甲像敢若画一个画面走着，水甲水当当，对吧？迄动作幼稚甲，哦，这个是我是比这个，我毋是讲我咬，我是讲你著要写到这个程度，安尼伊才袂用看轻啦。这是一步一步来啦，要叫你讲雄雄安尼飞天上地，可能啊，较困难啦。哦，我看到第几篇啊？300。这吼，用这篇嘛是共款啦吼，是写作的手路啦吼。做囡仔的时，往查某拢用金条去教死伊啦。若毋是礼甲屈，就是干公图嘛，干公图嘛就是做工做嘛拢伫做教啦，就干公图嘛吼。哪骂哪说，就是伊咧修理啦吼，修理人头起粗啦，例子要会哭两声。古来就麻麻痹痹，就要念分调古来，是古来啦吼。古来就麻麻痹痹。同阮这头前嘛，要会哭两声，是哭两声哦。哦，台语有迄款的音乐性吼。出在伊记哩，红马甲拍，对例子来讲，早就惯死甲有春啊，惯死的吼。不过，嘛是爱留啊，加做有听的故事。人你甲你电，你阁袂使讲啊，袂听，你著甲你出一个更较大人哦。所以嘛是爱，其实伊是惯势啊啦，嘛是爱加做有听的故事，安尼才袂去用夹搁较济啦吼。目眶红红，哪跳哪闪哪跳，嘴哪滑，啊母啊，我毋敢啦，小连刷几若遍。这毋是大家哦，大家啦，大家哦，这个扫帚头放落来，因为你有话讲，啊母啊，我毋敢，啊你就讲啊，真疼，其实没啊啦，伊就走了惯势就袂听啦吼。用足毋情愿的声哨讲哦，后过若阁安尼哦，恁祖妈就甲你的骹棍摇断，这是迄个大家定下咧讲的话啦，什么叫做摇断？就是压落断的意思啊，哪有可能骹棍咧压落断，还是吓人吼？例子，目屎哪切哪阁回讲，我手抓后过毋敢，这是你讲互因大家听啦，同款啦，无效啦吼。啊，因大家就讲啊，有惊就好，即摆吼放你去，大家的话都也袂讲煞，例子就翻身飘去你二楼的房间。藏入去陪修，陪修就是被内底啦吼，被窝里面吼陪修，飘起，什么叫做飘起？第一你也要用，咱讲哦，这也甲翻译起来就是翻身哦，一溜烟啦。华语讲说一溜烟怎么样？啊，台语另外一溜烟就是飘溜修啦，捌听过无？飘溜修就是一溜烟啦，就翻身哦，飘去你二楼的房间啊，藏入去陪修。
目屎流、目屎滴，总是用拍的口啊，口角强要断开，敢有要断开？袂死啦吼！海产无介久，海产就是悠悠叫啊，嘻嘻叫的做海产啦吼。人说困加醉，加醉就是困熟睡。我细汉，阮老母定来讲，啊，你昨困有，你昨暝困有加醉。至于华语教育部讲的就是瞌睡，打瞌睡，迄两字瞌睡，伊读做加醉。这教育部定的哦，毋是我定的哦。外口街仔路鼓吹八音甲名新名的阵头啊，主题一阵煞一阵拢无停过，等甲变变叫的炮啊声，甲例子佫吵起来，因为遮念本调吼吵起来，翻身坐伫面地就是坐喺面前去啦，规头壳拢在想伊计入来因五界的一点一度，就是一点点滴滴啦。这段吼，有讲到一寡可能有较端正的台语啦，所以如果你若南面要问哦，南面就我南面再问啦，好无？莫调讲问啦，吼，过来。这个敢若是，还佫一个吼。注定吼，拖无爱命底啊吼。伫以前生活艰难无解富裕的天年啦，天年就是迄个年代啊，查某人逐工的工课，好亲像是做袂煞共款，就是查某人做袂煞，对透早精神就随爱起大早，煮早顿，起大早就是大早点啊到啦吼。兄弟水、收衫、煮肉羹啊，去菜市啊买菜，转来啥？拖米就是迄个洗米啦吼，拣菜，穿煮中昼，食饱呢，洗碗伫烘衫裤，刷落去母暗顿，搁嫌囡仔洗身躯、洗衫、洗衫，上尾啊咧，搁一招不技术夫蒸大灶。变好嘛10点外，较早人蒸大灶可能哦，爱有迄个有锯木工厂的人，伊才有咧蒸大灶。就是讲你去买迄技术夫哦，转来哦，用两支啊一路线的，啊，甲放喺大灶，啊，技术就甲蒸哦，杂安尼啦。啊，透早才来赢啦。这你若南面哦有闲才讲吼，补衫裤。嘛10点外，凡世还着牙尖伫电火骹提溜啊补衫裤，才会踏踏地地的膝头三前四通啊。若无过饭点哦，才是奇啦，这才是奇怪咧。你若无过饭点，无过12点哦，这才是奇怪。上害是有幼婴仔伫换肉裙仔的老母，拄着下冬天的乌寒雨，毋若衫裤，连肉裙仔嘛未干的时阵，就爱穿火炉来烘啦，一定爱有打才有挤起来囥。因为你互囡仔做的肉裙仔，你若无打哦，你袂使单单甲披骹床的，那物骹床就起生遐有诶无诶啊。啊，若烘肉裙仔吼，有挤起来囥，烘肉裙仔诶时啊，会呛臭油化味诶白烟啦。袂行到位就闻会着即款囡仔现哦，啊愈晚哦味愈重，无管烘衫裤还是肉裙仔时间，毋是3-2点钟就会煞呢。有教囡仔的老母，就是讲你有教啥物生2-3个，或者有教囡仔的老母吼，逐个拢安尼伫做，一点仔都袂走向，你无法躲避啊，实在是中野道。古早查某人，无像即阵哦，你爱使有使，对无？要拖涂骹嘛，或者什物机器人咯，什物洗衫机咯，煮饭有加速咯，什物有啥？煮饭有电锅咯，啊，佫有啥？什物？我奇奇怪怪迄物件，什物烘烤箱啦、烘碗机、洗碗机，
洗衫机、冰箱，啥拢无啦。伊逐项哦，做老母人拢爱总来啦，连这衫嘛爱落去烘呢，即摆落袂当落烘的就打对无？哦，所以实在是真可怜。啊，这内底形容的物件吼，真济啦。尤其伊这形容讲，你烘油滚仔时哦，穿迄个臭油破的白烟，袂行到位就闻会着。迄款囡仔现，啊，愈活味愈重。所以这嘛是五角的一种。当然，你写文章无一定爱甲五角总写着。为什么？有当啊，你讲袂着啊？这篇佫拄好讲会着，所以臭油化味哦，还是讲囡仔现拄好有啦。哦，所以伊讲的遐动作嘛足济哦，什物你电火骹、提溜啊、补衫裤，这是这踏踏地地的膝头。这是查某人爱做，古早查某人拢安尼。过来，这哦，新正年头火车甲旅客哦做列吼。这哦，内山人要出门的前一暝啦，大人甲囡仔、细仔囡仔，拢欢喜甲袂顾。规暗哦，变来变去，困袂加做。天遮赤哈，规阵人早就车起来外热数，车起来就是起床啦。伊就困袂去啊，哦，起来来，提早起来数啦。款要出门，就要款要出门。查某人穿胭脂碰粉伫床榻，换一束上水的新衫来穿。毋过，毋捌试过。关家嘛，趁这个老板对下图啊，甲溜出来，溜出来其实是挖出来啦。哎，较早人就无咧佚佗，迄个下图啊，迄领，伊双鞋啊，敢若袂输迄个对迄个磅空内底我溜出来共款。关家啊是高跟鞋啦，也一面灯头试看，是毋是会下啦？啊，查甫的就较凊彩啊，甲以早吼。这绕掉一支娶某啦，娶某迄束旧西装哦，佫翘出来，清清淡淡的，皮鞋拖出来七六斤，拢看会清直哦。因为皮鞋伤旧哦，你来中看卖，反正较袂清吼。大大细细老的少年哦，暗头到尾清气淡，到尾哦清气淡淡啦，伊淡淡啊，这两字绕掉的款吼，好实。清茶就是穿甲足朴实的，细腻生意的心情啦，有生要上京赴客的秀才。你内山人要出门哦，伊拢感觉讲，哦，我那足细腻的，啊，真生意的心情哦，去买火车票啦，啊，行去啥物月台的等车啦，伊拢足实诚心的啦。秘书啥？要上京赴客的秀才。精神把持，用行照到有解，才下过河顶出门。大体啊，1点钟古前行去火车头，拆车单，爬去你月台等车。这嘛是真合啦。古早人正经爱1点钟古前就去火车头，火车就无咧等人诶。啊，伊就像我讲诶啊，古早人出门就是啥，伊用迄款真细腻、真诚意诶心情。迄个华语你讲，我说立事以敬。每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很虔诚的态度来做代志，真诚意的心情。啊，醒来1点钟古前，较早阮阿嬷哦，伊要坐5点的火车哦，4点就起来精神，无3点起来化妆，4点钟就化妆好啊，4点就撞去火车头去等后大车，正经是安尼呢。啊，就毋知是困袂去，还是讲内山人拢即款型的，哦，就是我讲的即款的心情。来，过年时啊，火车头月台，车厢内底透底嘛，可招人。常在看到29暝要转去的过年的人客，我都自入去车厢内，喊甲规阵哦，徛伫
火车母的双边边啊，一边一排加10人，看现现的机关手，在都在啊，拢无出嘴去动。什么叫做机关手？就是迄个火车的司机啦。啊，谁来咱徛遐？迄个像咱电视你看 YouTube 顶悬咧印度的火车，哇，一个厝顶嘛是，嗰条火车母嘛是，哦。你要看这个 YouTube 顶悬的影片，是像安尼。啊，徛拢无出嘴去动哦。啊，徛的人呢，嘛甘愿开钱伫遐限冷风呢。徛遐爱开钱呢，啊，寒到要死咧。无听讲有人跋落来举火车咧。迄阵的我哦，一个屁太大的囡仔屁，头壳来想，颠倒是火车软尾啊，面蒙个硬蓬蓬的磅空，伊是要哪喘气咧？敢袂一头一面，敢若乌龟啊翻咧？我囡仔想法就是这。大人的想法是讲，啊，不过练咧火车，就叫火车搞事，搞到举火车咧。啊，我想的，我嘛照实讲，我想的是讲，啊，伊要软磅空，啊，无一头一面，敢若乌。因为古早的嘟嘟强强的蒸汽，往土炭烟啊，这边是乌鬼鬼的。咱吼没了啊！我讲到这啦吼，啊，互大家，讲到这啦，啊，剩10分钟哦，我大家有啥物问题吼，啊，做你讲。做，互恁大家问啦，我尽量讲，吼，好无？对，头啊，什么人举手？多谢春水老师，吼，互咱作者伊写的作品来甲咱分享。明宏来，明宏，但明宏，你有啥物问题？我想要问老师。老师，你讲写这个尴尬的心情，爱安怎写？哦，尴尬，拄到迄个真歹剃头的，其实伊无法度真贴切去翻译迄两字尴尬，就是安尼，真圆甜的啦，真歹剃头的，安尼已经有真寡。好，我无法度直接讲甲迄两字去翻啦。哦，好无？安尼你有满意无？好，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就问你写台文是汉罗拢写，安尼你敢有啥物标准？讲这字写，你这字你惯势写汉字写罗马？好，我的标准是吼，那用这个汉字写吼。用简单的字，我拢用汉字写。我也拄到迄个较深的汉字啦，也是讲汉罗定然会混在一起的，哦，我都用罗马字写，因为有真侪迄个，我若写汉字哦，恐惊你会用唔着字，你会感觉讲迄字敢若怪，就是迄个所在，我会写罗马字，安尼较袂咧比袂清啦。敢若吼，我比一个你啦吼。我话你讲，你比什么代志？迄阵哦，我袂写伊变啦，我袂写伊变，我会写 PINN。其实迄个共字啊，毋过要写变迄阵哦，就是我变魔术啦，变技术啦，我才会写伊变。但是你要变魔术，你袂使写变魔术啦，所以迄个变甲变哦。迄个原因，哦，我用字的原则就是安尼啦，哦，安尼你有满意无？有，多谢老师，多谢老师。来，各位什么人有啥问题？有人举手啊呢？直接问来紧嘞。老师，迄个拄仔你毋是有讲迄个100字吼，讲会当分享，看会当麻烦你分享。哦，迄个另外头前100个迄吼，好，无要紧，你留一个迄个email 好无？还是迄个 line 哦？你来，你知影我的 line 还是 email？ 还是？
我拿我的 Gmail 互你，我拍你留言遐吼，好不好？哦，好，我再传互你，迄无问题啦。感谢老师，感谢。别，这种物件上好是关怀做伙来发出来，无老师一个人要记证人吼，安尼嘛足较麻烦。好啦，到时就做伙分享就好啦。好啦，做伙分享好。关怀做伙，关怀做伙分享好，安尼有通。对，慢一互麻烦老师。来，个性问题。这就是讲，请教老师啊，就是讲，足侪人上大问题，就是要写作业题材要去倒位找，哦，这部分敢咱请老师甲这学员分享一下。写作的题材哦。嘿，题材。我敢若毋知是倒位捌讲过，有4-5个题材啦，就是讲，其实就拢在写你吼，你身躯边所有吼，上好是写啥？写了会互你去凝心万切的代志，还是讲会写会互你记伫安尼哦，无法度甲淡掉的物件，刻伫心肝内。当然，毋是讲足悲惨的啦，会互你真痛的代志，你嘛通写，拢无要紧。其实哦，上会互你记条遐物件哦，遐较好写。啊，你有时安那要写遮的，因为遐物件你照写起来敢若真的。就是讲吼，过一个方法啦，你莫写你家己啦，写别人，其实就是写你家己啦。你就讲用别人的角度来写，像讲哦，我听阮朋友讲，哦安怎，其实迄就是你讲你家己啦。安尼较方便，有的人就歹势啊，哦，啊你来安尼写吼。啊，这题材哦，你向我安尼讲，因为我捌演讲就关于这个题目要安怎选的问题啊，有4-5项啦。我安尼向我嘛不晓讲，无我有吼，我留2张啊，放在这个关怀这个网站上面哦，甲头拄仔讲的100个吼，同齐放落，啊，互恁大家去登录，好无？安尼我才有当啊嘴讲哦，我即摆向想袂起来，好无？好。安尼麻烦着老师教我助理，啊，到时放在关怀网站顶头。是。啊，在各位还有啥物问题无？陆顶来。老师，我想要请问讲，有一寡俗言啊，就是讲背起来了后啊，知影讲意思啊，知影安怎放入去文章内底，安尼要安怎？我甲你讲，你甲知影意思吼，啊，你若拄着迄个情景哦。迄个情景哦，你就用会落啊，谁人用袂落？有时阵毋知安怎，可能是无定咧用，啊，就是讲背起来啊，爱用的时阵嘛是刻袂出来啊。所以你爱适应，我头拄仔比一个例啦，咱讲一五一十嘛，就是对头讲到尾迄阵，你就知应我二贯七，总甲唠出来。对啊，就是讲，会想讲哦，有听过，啊，家己写的时阵写袂出来。对啦。还有讲嘴的时候，接着手袂钝啊，讲好惯性。嘿啦，敢若半暝出一个月嘛是共款啊。你著讲形容一个意外的代志哦，伊咧讲这敢若袂输半暝出一个月啊，我惊一个，对无？啊，你著用会着啊，你爱适应啦，啊，你嘛爱想办法甲用落，用2遍啊，你著熟手啊啦，哦，用2遍啊。多谢老师。对啦，有时俗语的意思，你若毋捌吼，会当用 Google 去找，要成功找 Google， 要失败就去 Google， 所以这个俗语网络顶头拢查有资料，拢查有。来，剩1分钟来，留最后一个问题，下个什么人？好啊，把握机会哦。若无问题，咱今仔日课程就先讲到这。下礼拜3，咱嘛同款有课程。所以咱今仔日先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春水老师，互咱作者真好的作品，嘛咱做作者古早味的语词。这语词可能头迄老师讲的问题同款，你看有，毋过平时无咧讲，这语词豆豆就无去。所以请春水老师来，就是讲甲古早好的物件。伊来做者介绍，咱甲学起来，你喙较接讲的，手较接写的，
接讲喙的时阵接做手袂钝，安尼写句用句，这物件就是你的。所以感谢春水老师今仔日互咱做一个真好的资料。咱今仔课程就讲到这，下礼拜咱继续来咱的课程咱今仔就上到这多谢各位。多谢安各位去填写问卷还有一个问卷。老师回馈单是旧年的，不是今年的。什么回馈单？回馈单，伊个上过了，爱一个回馈单。好。伊迄写日期是旧年的，不是今年的。来关怀，内底更加改改。我写。安尼好啦，咱就讲到这多谢安感谢老师，感谢老师，谢谢。老师，迄个 PowerPoint 档案到时请关怀做个公告好。这个我就好。